喺面試或者見老細嗰時，當每個人都以為扮識係生存本能，呢個行為正正係你被 AI 淘汰嘅第一步。我仲記得當初我喺投行做 junior 嘅時候，有一次對住一個 managing director，佢突然拋出一條關於 risk trend 嘅問題，全場靜晒，我根本唔肯定。當時心跳得好快，手心出汗，腦入面瘋狂諗緊點樣夾硬吹啲術語出嚟去扮識。結果佢望住我，眼神極之冷酷，講咗句：你唔知就話唔知，唔好喺度扮，因為你一個錯嘅決定，公司隨時會輸幾億美金。嗰一刻我雖然覺得好瘀，但係依句話亦救咗我成個職業生涯，而且佢最後仲教多咗我一樣更重要嘅嘢。我會喺影片最後同大家開估，點解喺2026年呢句我唔知會變成你嘅救命符啦？點解人類喺 AI 時代最強嘅武器，竟然係承認自己唔知？你好，我係投行爸爸。喺高階職場 interviewer 同老細唔再要日一個乜都識嘅機械人，而係要一個信得過嘅 partner。最近連頂級投行 JP Morgan 都開始24小時監察員工，唔單止睇你用 AI 嘅數量，仲睇緊你用 AI 嘅質量。換言之，識得用 CEO 思維去驅動 AI 做決策，已經成為咗生存嘅基本 KPI。咩係 CEO 思維呢？歡迎睇翻上一集。今集我哋就講下呢種由誠信建立嘅氣場，亦即係 AI 永遠模擬唔到嘅 CEO 氣場。我會用我多年嘅 iBank 經驗教你3招必殺技，透過建立實體信任，幫你喺 AI 時代反客為主，成為真正嘅職場生存者。首先，點解當年嗰位 MD 咁嬲呢？因為喺投行一個錯誤嘅假設，經過10倍槓桿，真係足以令公司輸好多錢。去到2026年，資訊成本係0，實體信任先係天價。AI 睇落全知全能，但係呢個正正係佢嘅致命傷。佢根本唔知自己唔知啲咩。作為一部機率預測機器，佢會一本正經咁產生幻覺。而好多人犯嘅最大錯誤就係陪埋 AI 一齊癲。當你以為夾硬答代表醒目嘅時候，喺老細眼中即係代表你根本唔了解呢個 topic， 或者你根本唔在意部門嘅死活。所以下次如果 interviewer 或者老細問你一條你好難嘅問題，佢未必係考你識唔識，佢係想睇你會唔會冇料扮4條。記住，喺高階職場，準確嘅無知遠遠值錢過虛假嘅博學。另一種死法，亦係我喺投行生涯見過最常見嘅，就係答得太快。你以為答得快又代表醒目？錯。喺老細眼中，反應太快往往代表你未經大腦，想討好同埋缺乏尊重。更嚴重嘅係，你根本捕捉唔到問題背後嘅 hidden message。例如，當老細問你呢個 project 進度點樣，佢未必係想聽數據，佢可能係想知我聽日要同大老闆 catch up，我有冇嘢要擔心呢？如果你機械式咁即刻嘔一堆數字出嚟，咁點解唔問 AI，要問你呢？呢兩種 CEO 氣場，誠實認錯嘅勇氣，同埋掌控節奏嘅留白，就係你反殺 AI 嘅唯一機會。下一個問題係點樣認錯先唔會顯得冇用呢？點樣停頓先唔會顯得尷尬呢？而家我就教你3招簡單嘅方法。第一招，一套神級公式，令你講完我唔知之後身價反而翻倍，就係承認邊界、邏輯觀察、行動承諾。想象下 interview 或者老細問你，上季東南亞國家嘅通脹係幾多？普通人一係亂吹，一係 dead air。但係有 CEO 氣場嘅人會答：我目前唔肯定具體數字，但係我嘅 educated guess 係增長緊2到3%左右。基於我對唔同國家嘅利率觀察同埋以下呢3個原因，我會1個鐘內補反精確數據俾你。你發現到分別未呢？唔係單純講唔知，而係展示緊你唔知道答案下極強嘅底層邏輯。喺現實職場裏面，當每日都處理緊好多前所未見嘅問題，而冇人係百科全書嘅時候，呢招就係你嘅最強護身符。喺面試 interviewer 會覺得你敢承擔，唔會為面子隱瞞事實，係一個可以交託大 project 嘅人，請得過。喺職場更加係建立權威嘅手段。當你咁講呢部分我唔肯定，咁到你下次講我肯定嘅時候，喺老細心目中你就會變成100%嘅真理。AI 永遠唔會認錯，但人會。呢個就係信任嘅起點。
亦係 AI 時代最強嘅人性日價。如果你係父母，記得教仔女，死頂係零件行為，認錯先係領袖風範。2026年最叻嘅人未必贏，但係一個令老闆感到踏實、信得過嘅人，就一定可以行到最後。學識咗點樣講我唔知之後，下一招喎，我要教你一個令你氣場再強幾倍嘅簡單動作，點樣用沉默去攞返你嘅主導權啊！第二招，留白嘅權力。想象一下，你依家係 interview 啊，或者老細問個 candidate， 如果美聯儲聽日突然加息，你覺得對我哋個投資組合有咩影響呢？一般嘅人驚死，有 dead air 0.1秒即刻答你，我覺得會輸錢㗎，因為債息升，股市就會受壓。但係有 CEO 氣場嘅人冇即刻開口，佢先望住你停咗3秒，然後佢先慢慢開口。要答呢條問題，我哋要睇 long term 同埋 short term 嘅影響，仲會對投資嘅估值同埋流動性有影響。分別係以下幾點字。聽完之後，你覺得邊個更有氣場？邊個講嘢更有分量？記住，反應快喺 AI 時代係廉價嘅，停頓先係地位嘅象子。咁點解你平時唔敢停？因為你內心深處覺得沉默等於無知。但心理學揭示咗一個殘酷真相：秒回本質上係一種焦慮同想討好嘅表現。你預急住答，你喺對方眼中就預似一個驚被扣分嘅學生，而唔係一個信得過嘅 partner。相反，留白3秒係一種對發問者最高級嘅尊重。你用行動話俾佢聽，呢條問題好有深度，值得我動用全部腦細胞去認真思考。更重要嘅係，呢3秒係你嘅戰略緩衝區，俾你去捕捉對方嘅 hidden desire。例如，當老細問你 project 趕唔趕得切，佢未必係想聽 timeline，佢只係想聽你一句：我有冇嘢要擔心呢？如果你秒回趕得切，你就錯失咗安撫佢情緒嘅機會。所以聽日返工或者下次面試嘅時候，試下練習決策者留白。當人哋問你嘢，心入面數3聲，一掣。2、3，利用呢3秒設身處地，諗下佢點解要問呢個問題。當你克服咗對沉默嘅恐懼，你先會真正攞反場對話嘅主導權。而家學識咗認錯，學識咗停頓，教你最後一招，亦都係最高階嘅職場底層邏輯。最後一招 expectation management， 期望管理。好多人以為溝通就係我講你聽，交換資訊，錯晒。喺高階職場，溝通嘅本質係管理情緒與預期。記得我上一集講過嗰個數據出錯嘅緊急報告啦。當時你陷入咗一個死循環，準時交數據錯係死，為咗準確而遲交一樣係死。如果你仲喺度諗緊點樣2選1，咁你個解決方向一開始就錯咗。擁有 CEO 氣場嘅人會跳出個框框，用第3個方向解決問題。了解需求，揭露限制，提供代替方案。想知道實際對白應該點講？歡迎睇返我上一集嘅拆解。簡單講，你要做嘅係主動打破對方嘅預期，用透明度去換取信任感。當你第一時間揭露現實中嘅限制，令對方可以提前調整部署，而唔係喺 last minute 先俾個 best surprise 佢嘅時候，你就已經贏晒。呢種預期管理會俾到老細或者 interviewer 一種極強嘅安全感。AI 可以俾到你快，可以俾到你準，但 AI 永遠俾唔到人放心嘅感覺。當你成為咗一個有交代、控制到場面嘅 partner，而唔係一架只會接 order 嘅機器，你就已經成為咗 AI 年代不可替代嘅職場生存者。返返去一開始嗰個投行 MD 嘅故事，佢再同我講咗句記到今日嘅說話：一個可以承認自己無知嘅人，先至係真正掌控大局。點解呢？好多人以為做大事要乜都識，錯啦！只有清楚了解自己嘅盲點，先至識得避重就輕去隔離未知風險，取長補短去善用其他人或 AI 嘅能力，可以將自己嘅無知轉化為最強大嘅力量。喺2026年，知識嘅獲取成本已經降到0。你唯一嘅保險唔係你腦入面有幾多 data，而係你呈現出嚟嘅嗰種
唔會被取代嘅 CEO 氣場。今日教咗你呢3招，本質上都係喺度建立你喺 AI 時代最值錢嘅人性日價。第一，承認邊界，用我唔知換取千金難買嘅實體信任。第二，留白3秒，用沉默拎翻對話嘅主導權。第三，管理預期，用透明度定義你作為 partner 嘅價值。我喺投行咁多年有一個最大嘅體會，職場上當你好努力去做事，其實最重要嘅係做人，得唔到人心，你幾叻都係廢，因為 AI 永遠比你更叻。問下自己，無論係讀書定返工，你平時到底係做緊嘢定係做緊人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掙扎，我會親自覆你，幫你拆解。我係投行爸爸，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影片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換傳，我會揭開所有 CEO 思維同氣場背後嘅終極引擎 self motivation，唔想錯過，下集見。